哦，沙台青草，沙台青草，非常非常无简单啊！一个家庭要大家三代青草呢，会当讲呢是非常非常的无简单，非常非常一定好的一件代志啊！沙台青草，哦，优秀优秀，优秀，还有造家的呢。好，那即摆呢，咱就来恭请咱的前人吼，来甲咱遮的几代母亲来做些表扬哦。来，现在下面来请咱周前人。哎，陈梅香组长的妈妈也有，还有红点传师的妈妈，不，红点传师的太太，林讲师哎，黄启金的妈妈呢？黄启金代替黄太太。做一个纪念啊！咱的子女敢有要甲妈妈去上的，咱哎，来有脸认。妈妈去上哦。咱周前人来做伙来去上哦，真有意义的一件代志啊！来。哇，真哦，哦。